2024年巴黎奥运雏鹰的比赛会伫咧南太平洋中部一个渔村来举办。这个国际上真出名的雏鹰圣地，离巴黎有15000多公里远，是隔10个市区。这嘛，正做奥运历史上离主办城市上界远举办的地点。 在关山甲7号之间的体奥湖泊海岸，因讲是上水的奥运比赛地点。这伫南太平洋中部大溪地岛上的小渔村，真大的海影伫国际冲影爱好者之间真出名。这离巴黎15730公里、隔10个市区的冲影圣地，甲高度开发的夏威夷比起来，是用要无啥物开发。 岛上无观光饭店，无奥运村。50年前，岛上只有第一条点仔路。虽然以冲影出名，岛上却连一间冲影用品店拢无。村仔路底有岛上唯一一间小食店，啊，不过只有中昼营业。巴黎奥组委选择体奥湖泊安尼一个基础建设欠缺所在，举行对场地安全标准拢严格规范的奥运会比赛。 自然和当地敬天爱地、尊敬自然的小社区，加脆弱的生态系统，带来以前唔捌有的挑战。Every day since almost 1 year now, they are digging in the river. You know, I don't know why, and we have dirty water. We cannot go fishing anymore because we can't see anything. It's very dirty, very dark. 为短短4天的冲影比赛提出的基础建设计划，包含起新的车路、大的房间，甚至伫山湖东顶环起一个阿鲁米制高塔，方便裁判甲电视摄影工作。消息一出来，引起环保团体甲冲影社群强烈的反对。Aucun scientifique qui a travaillé autour de cette tour n'a été capable de nous dire effectivement non, nos travaux n'auront 各部强烈批评声音之下，欧洲会议决定顺应民情取消建设方案。在比赛期间，出动一架游轮停在附近，互运动员休困。其他游客也好，工作人员也好，全部拢照在当地人的厝内住。另外，阿鲁米制裁判高台规模是减少真济。公司新闻王慧文评论。